大家好，我係245128嘅葉千月。今日我所選擇嘅題目係孟子重要概念中嘅性善及現今價值和實踐。何謂性善呢？孟子就以水流嘅定向嚟比喻性善。孟子話：水誠然沒有東流西流嘅定向，難道也沒有向上或者向下嘅定向嗎？人性嘅善良正好像水性嘅向下流。人沒有不善的，水也沒有不向下流的。正所謂人之初性本善，呢個世界咁大，總有一啲人係缺乏性善，變為惡魔，做一啲傷天害地嘅事，令人厭惡。以下係一啲例子：陳嘉怡於2011年創立香港流浪狗之家，現時大約有300多隻流浪狗。儘管佢用盡畢生嘅積蓄，一無所有，佢都想俾狗狗一個溫暖嘅家。佢呢種既無私又大我嘅精神，十分值得我哋學習。狗嘅生命同樣係珍貴嘅，但係有啲人為咗自身嘅利益好處，可以為不善，就好似喺職場上面，例如話為咗唔俾競爭對手攞到一個晉升嘅名額啦，就會利用各種手段去陷害同事或者他人，從而牟利。呢啲行為就係有性不善嘅例子。而我則認為，人一出生就好似一張白紙，需要透過學習去變為一個有性善嘅人。現今社會資訊科技嘅進步，喺社交媒體上可以睇到各式各樣嘅資訊，無論係有教育意義嘅，還係無益嘅。因此，孟子性善嘅思想喺當前嘅社會價值就係教育。首先，教育咧可以為他人咧去踏上呢個善嘅道路啦。最基本嘅就係直接從書本上面去學習嘅。咁呢種咧就比較單一同埋傳統刻板啲啦。但係而家強調嘅並唔單止係要呢個單一嘅層次啦，而係要激發孩子內在嘅善性為目標嘅。例如學校可以加大德育課嘅比例啦，去激發孩子內在嘅善性。喺德育課中可以透過一啲班制舉辦嘅舞台劇啦，又或者係中文學會同德育價值教育嗰啲學會咧，去定期去製作唔同嘅攤位遊戲啊，咁可以俾孩子喺遊戲中咧去進一步咁認識自己啦，發掘自己內在嘅善性嘅。而善性喺當前社會第二個目標咧，就係促進社會包容同埋共建和諧社會，經常對他人保持善意嘅。曾經有人講過，我希望能夠將愛心嘅種子傳遞俾年輕人，繼承服務，幫助社會。呢句話就係嚟自深水埗明哥陳卓明所講嘅。佢唔單止出錢又出力，早喺10年前已經開始為一啲有需要嘅人士啦，長期露宿者咧去派飯，去免費派呢個飯盒嘅。雖然隨住佢年紀嘅增長啦，佢依然係冇放棄嘅，成立咗一個慈善基金，擴大受惠對象。明哥呢種大愛為社會點咗光芒。除此之外，多啲參加唔同種類嘅活動啊，都可以體現出個人嘅性善嘅。譬如可以多啲組織或者參加社區活動啦，從小培養呢個好習慣啦，營造一個充滿同理心同愛心嘅氣氛嘅氛圍啊。總括嚟講，性善思想係當前社會仍然存在佢嘅價值，同埋符合人們嘅需要嘅。透過從小嘅教育啦，同埋多參加唔同種類嘅活動啦，去激發同埋促進孩子內在嘅性善。而明哥都係一個好好嘅學習模樣，係一個大家都可以學習嘅榜樣，可以令呢個整個世界充滿愛心同埋善意。以上就係本人今次分享嘅全部內容。如果有任何疑問，歡迎提出及討論。多謝大家。